香港腳所引起嘅症狀包括糜爛、水泡、痕癢、異味、壞死角質，呢個時候需要使用準星手足養護液，就可以解決以上手腳問題啦。我啲香港腳好多年啦，初嗰陣呢，只係有幾粒水泡咁嘅，後嚟越生越多，嗰啲水泡大細，生到密麻，行起路嚟呢，硬下咁樣，有時痕到頂唔順呢，就猛咁拗到皮都甩埋，搽咗藥膏都唔斷尾。後嚟約莫喺半年前呢，朋友介紹我用呢隻浸腳水，哇！真係睇住咁好，用咗2、3日，對腳已經唔痕啦。用咗唔夠1個禮拜，啲水泡乾晒、謝晒，啲死皮呢就好似麵粉咁樣開始甩啦。依家對腳唔痕又唔臭咯，死皮冇晒，又冇再翻發，呢隻浸腳水真係好好。